这是台南北门的市民学院开课咯，老师甲学生甲海洋的废弃物做成一个又一个美丽又有意义的艺术品，来展现北门在地特色。台南市北门区是沿海地区有丰富的渔产，不过蚵仔壳甲蛤蟆壳当年有造成真济问题，所以讲北门区公所就规划市民学院的生活环保课程，和学生将这废弃物变成艺术品。蚵仔壳还是蛤蟆壳吼，做一个灯饰，非常的水啊，这算展现咱在地的这个特色。运用在地素材，和学生伫动手做的同时，会使更加了解家乡的产业文化。会使来学寡物件增加这个增加生活上的这个乐趣啦。这市民学院的课程是强调生态甲环保，同时嘛要提醒大家对于海洋环境的重视甲保护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